蒋顾总统的灵堂设在荣总的怀远堂，李总统、邓辉先生在上午8点35分到达灵堂，向蒋顾总统、经国先生行礼致哀。1988年1月14日，当时的总统蒋经国伫进行一天，因为心脏败气过身，享受78岁。经国先生的家属以及政府、党政军首长、民意代表也都纷纷的前往灵堂瞻仰经国先生的遗容。这项号称创世纪的1号婚礼，邀请到经建会委员黄大洲前来为新人扶正。而举办婚礼的礼堂不是在餐厅，也不是在教堂，而是在一座耗资2700多万元新建的公共厕所。1996年1月14日，台中一间公共便所举办一场真特别的联合婚礼。现场嘛邀请到2名律师加金氏世界纪录馆的亚洲分馆的人员来认证，希望讲将这摆活动列入世界纪录。